继续是正大的消息，来看南北整合样样要破局，嘛互郭文摕甲郭台铭的合作，佫出现着转圜的余地。讲郭台铭这边已经准备2套的方案，上紧10月底、11月初，就会甲郭文摕这边来参详要安怎来合作。今仔日有上新的民调，若是郭文摕甲郭台铭合作，不管食做正、食做负，拢大赢民进党的热清德。郭台铭这边讲，若是到时阵真正甲郭文摕达成共识，要来合作，那安尼郭台铭甲赖佩霞就算完成人数，莫去登记，拢会当。不会见面就对了，不会下午没有。今日无南北二次会啊，后届敢还有机会郭文摕这边有讲话。所以我们也很期待，就是国民党或者是侯办，也可以针对金执行长所谓的开放式、民主开放式初选、肉等，这个方式到底怎么做？民众也可以跟民众来说明，继续的沟通，朝政党轮替往前走。好友谊人伫新竹手去甲票嘛真烦恼，竞选办公室话讲，希望伫未来3天内会当赶紧进行第2次的会面。金宝聪嘛就急啊，下晡将会亲身面对这款的问题。无睇较惊的就是南北未曾合作，郭文摕甲郭台铭成合期。依照上新的民意调查，伫郭过培对决赖清德的情形下，有51%的民众支持郭过培赢过赖清德38%，就算是过郭培嘛以46%赢赖清德40%。郭台铭、郭文摕什么人做总统拢会赢。郭台铭现在有比较愿意做副手了吗？我们现在当然是没有预设任何的立场啦，因为你一旦预设立场说谁要当正的，谁要当副的这个谈判就谈不下去，你连坐下来都不可能洪小讲南北谈判前，郭台铭、郭文摕早就见过面啊，说来上紧是10月底、11月初，若是双方达成共识，郭下配就会当放弃。相对于国民党的粗暴，郭更阵营跟柯阵营始终都是互相保持着善意友好的往来。言下之意，对国民党真不满。郭台铭伫国民党失去的，伫无法度复原的情形下，用另外一种方式拍出家己的天下。Hello， 我是冯薇芝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